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，以及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，和本圣经第37页以及129页，其他版本请自己观察。马太福音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使徒行传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愿神祝福。讲道，我们请本堂郑牧师为我们讲道。要讲的题目是“福气临门，新心灵”。福气临门，新心灵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带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，在这礼拜中间，我们天气突然变冷了，差距非常的大。我们感谢你仍然保守我们大家都得到平安。我们也感谢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有福气来敬拜你。今天是代降节第2主日，乃是一个准备信心的主日。我们要如何来准备期待主耶稣为我们而降生？当我们在约2014年前的事情，我们经过这么多年之后，我们仍然常常警醒着自己，要准备自己如何领受神你的爱之后，如何来行出你的大使命以及大诫命。求主你眷顾我们，你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是12月的第一个主日。我们有在过去的已经有5个主日是双月份的主日，我们讲到福气临门。那我们是希望在这个福气临门当作我们的福音主日，也就是大家想要带你们的亲戚朋友，他未信主的时候，可以用这个主日来的时候，因为这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有相当的关联在，相信对也比较容易能够切入，将福音切入到个人的生活上面去。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几个主日里面呢，我们曾经问过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？我们是不是有资源不足的问题？我们是不是常常有疾病的困扰着我们？我们是不是会消极的退缩？我们是否有自我形象的低落？我们是有人际不足、支持的不足、人际关系的不足，还有甚至有没有被恶者而捆绑的？而这几个问题呢，在每一个人身上呢都有。但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它呢？如何将我们的信仰能够带到我们这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呢？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这中间一直在告诉我们说，神在这些生活问题上呢，要帮助我们，而且要祝福我们，乃是要我们有一个新的观念出来。有时候我们在资源不足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我们都受到资源不足的控制，我们资源常常受到控制，但其实我们应该是控制资源的人，但是我们竟然受到资源的控制。所以新的观念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简单是幸福，知足就常乐。那我们明白什么叫需要，什么叫做想要？因为是需要的东西呢，神一定会赏赐给你，神知道你所需要的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12节、第13节说：“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任何事情、任何情况，我都得了秘诀，乃是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”我们也是一样，资源不足的时候，是我们应该去控制它，不是被它控制。你要有一个新的观念，知足常乐，简单是幸福。靠神，你就必能够得胜。第二个问题呢，讲到疾病，疾病是我们每个人
都会有的。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的身体乃是身心灵，一个全人呢是身心灵，疾病不过是一个身体上某一个部分而已。但是我们心灵呢，也会受到身体的不舒服的时候，就受到了影响。反过来讲是一样，我们的心灵不太健康的时候呢，我们身体也常常会受到疾病的侵袭在内。所以新的观念呢，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应该只有求我们身体，而是要求全人的健康。既然要求全人健康，你就要回到主的面前，求主来保守我们。一方面求主保守我们，一方面自己就要爱惜我们的身体，而且我们要常常要保养，要操练。特别在操练上的时候，应该注意到心灵的操练，因为那乃是一个永生的盼望。这是有关在疾病方面的话，不要只想到我们身体的这种虚弱，身体的疾病而已。我们应该想到，我们有新的生机，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证，是身心灵都得到健康。第三个，我们讲到有没有消极退缩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要有新的态度。我们用以色列人有12个探子，他们派到迦南地区看的时候，看的情形完全一样，但是回来的时候有10个人讲说那边非常的危险，那边都是巨人，我们不应该去，我们去像蚱蜢一样，乃是一个蚱蜢的心态。另外2个人说我们可以靠主得胜，他乃是一个巨人的心态。到底我们要用哪一种心态呢去面对呢？他们俩为什么有分这2种呢？10个人跟2个人呢？原来有的人是心里面有神同在，一个是没有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一个新的观念呢，是说你要从你的信念开始来改变。你的信念改变之后呢，你有真理，有这些正确的思想为基础的时候呢，你就有正确的态度。正确的态度，你就会带来成功的生活。那时候我们提到有一个尼布尔他的名言，他就是说，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平静的心，能够去改变无法改变的，让我们有勇气能够去改变我们有能力可以改变的，然后求神赏赐我们有智慧，能够知道这2个的差别在什么地方。你要一个新的态度呢，你就不会有一个非常消极退缩的这种态度出来。第4讲呢，我们提到说自我形象低落，乃是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每个人都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，我们反而不太在意神对我们的看法，或是不太在意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是如何。我们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别人看我是怎么样，好像我们不管是我们做什么事情、化什么妆呢，都是为了别人，而不是为了自己。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神的形象跟他的样式所造的，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特定的命定在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独一的，唯有你是这个样子。世界已经有这么几百亿人以上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，都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我们要是有这样，就知道神所创造一定是好的东西，创造是个好东西才会呈现出来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美好的。你如果能够知道你对自己有这样子的认知呢，你就要到神的面前来，重新你认罪之后，你要重新的开始，你要走出神所创造你那个形象出来。我们所做的都要容神益人，你自然就会走出这个自我形象低落，因为全世界就只有一个你是这个样子的。神创造你有他的特定的目的在，我们要自己去明白他，你要走出一个新的形象出来。第5讲我们讲到说人际关系的支持不足，我们知道关系的重要，关系不是只有对人的关系，乃是对神、对人、对自己、对万物4个象限的关系一定要正确。而且我们常常听一句话，就是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就有关系，然后说全靠关系。所以我们需要呢，要改善这个关系。要改善关系的时候，要如何改善呢？我相信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要行出神在你身上的形象的时候，你应该如何行？你应该有爱心，你应该有行动，你同时要有谦和的心，要有同理心等等这些。要跟人、跟神、跟万物、跟自己都要建立一个非常健康的新的关系，而且也告诉我们总要与人和睦。
你就有一个新的人际关系来解决你人际支持不足的地方。今天我们讲到最后一讲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说，你有没有受到这个恶者的捆绑？原来我们前面所讲这几项呢，这5项呢，都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都是一些我们生命或者我们生活上的关系。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说，我们的心灵的部分呢？我们的心灵部分到底是如何？何况这个心灵部分是一个永恒的东西，有可能人家讲说，是真的有人有灵魂吗？我们看，不管你相信不相信神，你都无法否认有灵界的存在，而且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生命，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根据神的创造论来讲，只有人，对不起，只有人在神创造最后的时候，给他一口灵气在，也就是人有身心灵。除了人以外，动物它只有身心，它没有灵。所以因为人有灵在，所以才能够跟神能够互通，神才能够把我们看成是将我们整个宇宙交给我们去管理这个宇宙，因为我们可以跟他相通，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旨意在。只不过可惜，我们人就受到我们整个人的私欲等等这些，还有魔鬼等等这些，透过我们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让我们整个变了质以后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之间有这么好的连通在。但是我们不可否认，人都是有这个灵魂、这个魂在。所以我们既然有魂在的时候呢，我们自然就会受到很多有从恶者来的这个捆绑在。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受到保护，而且不受到这恶灵的捆绑、搅扰跟这个辖制呢？既然它是一个灵，是一个恶者的话呢，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肉身去抵抗它。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这样，就是回到灵界的主人的面前。灵界的主人呢，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我们只有回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才有办法来抵挡在所受的这些受到恶者的这个捆绑。我相信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样子，但是你知道世界上还有多少人不知道这样子吗？还是他们无所来依靠呢？我们要如何能够将这个好消息能够传给他，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来领受到这个新的心灵呢？这个责任呢，就落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。所以在今天的经节呢，就是提到这个部分。我们把今天的经节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次。来，耶稣基督来对他们说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来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你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好，我们刚刚所看的呢，马太福音是所谓的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而使徒行传1章第8节乃是福音开始要遍传之前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的允许。你没有力量，但是圣灵来的时候，你们就会有力量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呢，刚才已经讲到，我们都有新的心灵，所以我们知道如何在跟恶者的捆绑，我们如何能够脱离他的辖制在。但是其他的人怎么办呢？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。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呢，最初是给120个门徒，其实也是给12个门徒。中间又经过有一段时间的时候，在讲话中间，我们看到是不止这12个门徒也听到了，但是最后领受圣灵开始的时候是120个门徒。以后他们就传给所有能够成为门徒的。那么他们呢，每一个人就顺服的在这个大使命上呢。经过现在我们是2011年，也就是约2000年呢，1900多人呢，我们全世界约有1/3，就是32% 的人口呢是基督徒。
假定以前的记录是66亿，让我们知道最近人口已经突破70亿了。大概就在这个20几亿的人口呢，乃是一个基督徒。你想想看，耶稣一个人到世上来，如何能够把他变成是20几亿的人相信他呢？就是因为他带的那12个门徒，12个门徒再去带其他的门徒，就这样子一直每一个人都尽他们的责任。这个责任乃是怎样？上帝主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之后，他们尽责任去做的时候，就将这个福音传开来了。我们都是这些门徒人们所传的受益者。但是我们想想看，这是全世界，来想想台湾呢？台湾基督徒只不过是占5岁以上的约5%，有人讲是4.6%。确实的数字呢，并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了解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台北他们最近所做的这个统计里面，基督徒已经超过10% 了，也就是知识分子越多的人，反而是越容易能够接受基督徒，因为他们越来越明白了。以前一直认为是那些比较没有受教育那些人，他们很单纯就相信而已，所以那些比较多。其实现在越来越感觉到，原来是这些知识分子呢，他们越来越能够明白有关心灵的这部分在。所以我们看这在台湾的基督徒里面呢，的百分比是这样少，除非我们台湾的基督徒也能够顺服主的大使命，否则我们台湾就没有永生的盼望。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呢？还是你只是觉得自己已经得救，是已经非常满意的？有没有想想，在跟我们台湾一起居住的人，其中包括你的亲戚与朋友，有很多人还没有这永生的盼望在。你有这样子的感受吗？既然是使命的话呢，我们要是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我们当然一定要去完成。何况它是一个大使命。那你会问说，只是耶稣的交代，怎么会变成是大使命呢？我们来分析给你看。第一个，因为他是最伟大的人所颁布的大使命。耶稣呢是开创人类历史、改变人类历史的主。既言我们的西元呢是以他为中心，西元前、西元后。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呢，我们就讲主后跟主前。更简单来讲，都是以主耶稣诞生为止，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人物，是道成肉身的主，是所有罪人的救主。他所颁布的使命，当然就是大使命。有两本书，一本书写说，如果没有圣经，一个写如果没有耶稣。这两本书我记得是橄榄书籍出的，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，将整个世界现状、过去这等等，要是除掉这2个因素的话，没有圣经的话，没有耶稣的话，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？他用的角度当然是有耶稣的影响是如何，有圣经的影响是如何。当将这2个东西拿掉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这后面通通不见了，或者是人类必须在增加好几千年的努力之后，靠自己的努力才有办法这样子。所以耶稣真的是人类里面最伟大的人，他所颁布的当然就是一个大使命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他是根据最大的权柄所颁布的大使命。耶稣他已经复活升天了，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10节说，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不管是你是在天上也好，在地面上也好，甚至在地下，也就是阴间的部分呢，都一样，要怎样？要主耶稣，要屈膝在主耶稣的名下。所以主耶稣是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来颁布这使命的，他当然是大使命。不要讲说是有关，这是全世界的。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或是我们在台湾收到假令一个政府给颁布一个什么东西，我们大家就乖乖的去遵守。何况是远大于这个的耶稣，他所颁布的这个使命呢，当然是一个大使命。第3个原因，它是一个涵盖最大范围的大使命。它涵盖的乃是什么？乃是一个万民，乃是一个普天下。而且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，或是刚才我们所看的经节，也是告诉我们要到普天下是指万民。在路加福音24章第47节讲说，这是一个万邦，这就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而已，
乃是所有地面上的这个国家呢，通通是属于，是范围是这么大的，当然就是一个大使命。从来没有一个使命，没有一个使命是关乎到全天下的，大部分都是只有顶多是到国家，甚至很多都是到地区而已。有的是在学校，有的是在讲大一点到市县等等，顶多是这样。但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大使命，乃是所有的万民，还有普天下跟万邦。第四个原因呢，它是蕴藏最奇妙的计划的大使命。主耶稣告诉我们是用门徒的方式，是门徒乃是一个遵照主的吩咐去得人、去造就、去差遣，再去得人的。所以呢，做门徒的方式是最奇妙的倍增的计划，蕴藏着最奇妙计划的使命，当然是大使命。我们刚刚看的经节里面是乃是要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。记得这两个字是不一样，门徒跟信徒不一样。信徒就是来听，然后相信，然后就自己做自己的。我相信有主耶稣这样一个人。门徒乃是跟着门徒而走，老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老师吩咐什么我就去做什么，这叫做门徒。主耶稣乃是要我们去做门徒。有人计算过，要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人，他每天传福音给一个人，那他一年可以带365个人来信主。这样已经非常厉害了。我们一年还带不了一个人，他一年带365个人信主。经过15年之后，他带了5475人。经过35年后，他带12775人。哇，我们觉得这太伟大了！一个人在有生之年，他可以带1万多个人来信主，这是带信徒而已。要是他是带门徒，你觉得他是怎样呢？他第一年，他花了1年的时间带了一个门徒。在这年中间，他将圣经的话语非常清楚告诉他，非常领受到主的教训是什么，也明白我当主的门徒之后，我应该是如何。第2年，2个人同时再去各找一个人，也是带他1年。最近我们是在电脑里面都用这种二位数来算的时候，2次元来算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等于是2的2倍数，2的2次方。假如你这样算的时候呢，第1年他只带一个人。但第15年之后是2的15次方，他总共有成为门徒人有32768人。经过33年之后是85.9亿人，已经超过我们所有的人口了。经过33年之后，要是跟刚才的比较是35年的话，他有343.6亿的人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原来是这么奇妙一个倍增的方法。你要去带门徒，而不是只是带信徒而已。我相信在这一点上面，我们还是欠缺很多。但是我们是要强调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使命，乃是最大的大使命。它里面蕴藏的非常奇妙的这种计划，在原来要我们用带门徒的方法。第5个原因呢，它是带着最大应许的大使命。顺服大使命的人，主应许说：“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这是何等大的幸福的这种福气在！主耶稣要跟我们同在，同在的时候，你就常常有平安喜乐，你就不会受到恶者的这种困扰在里面。有这样大的应许，它当然是一个大使命在。最后一个，它是赋予最大能力的大使命。因为刚才使徒行传1章第8节已经告诉我们，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呢，你就有能力做这个事情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要完成使命的能力呢，是圣灵降临的大能力，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大使命。既然是大使命的话呢，我们明白它的重要性，也明白它的可行性之后，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呢？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呢，我们都会顺服在红绿灯啦、交通警察啦、职场的主管啦、国家的法律啊等等这些。我们虽然顺服不一定有奖赏，但是你都不顺服的话，会带来的惩罚。但是如果有一个规定呢，和一个使命呢，保证你若顺服会带来极大的奖赏，你会轻视它吗？刚才已经讲过，有这么大的应许在，有这么大的能力在，有这么大奥秘的计划在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去轻视它吗？在
其他的这些东西，我们要是不遵守，还会被处罚；遵守了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都会去遵守。何况这个东西还带来了奖赏呢？身为耶稣基督的我们怎能够不顺服耶稣所交代的这个大使命呢？何况这个大使命呢？遵行大使命，并不是我们要得永生的条件，而是已经得到永生的确据之后，应该要有的行为。我想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的清楚。有人会跟你讲说，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行为善的，所以信什么都一样，是这样子吗？我相信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。要是你的行善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的话呢，那是有一点对价的关系。那个不叫做是，那个已经不是什么宗教，或是已经不是什么恩典了。因为我是靠我的能力去赚取的，但是今天基督教告诉我们是这样：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得到的。那你们能够怎么知道这证明你是白白得到的呢？你用你的行为去证明出来。所以基督教里面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要去行善，是因为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了，你自然会去行善。你不行善，代表你的生命没有得到改变。不是因为你行善而生命得到改变，所以一样的，我们要去实行大使命，不是因为我为了要得到永生的盼望，乃是你已经有永生的盼望之后，你自然要去行大使命，否则就没有办法证明你到底是不是已经有得到永生的。所以在雅各书2章第17节告诉我们，信心若是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没有错，行为正是检验我们信心的标准。你常常讲说我是爱弟兄的，但是你行出来完全没有爱弟兄，你讲有用吗？没有用啊。但是你行出来，你不用讲，人家都知道你是爱你弟兄的。你说我已经生命得到改变了，但是你行出来完全跟以前一样，这样生命有改变吗？你说主耶稣已经在你的心中了，他成为你的帮助，你的行为还是一样，真的是在你的心中吗？让你的行为来见证你的生命已经得到改变了。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遵行，乃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去。你可以说我真的想做，只是我没有能力而已。但是主耶稣已经怜悯我们，他已经给我们应许，赐下圣灵，使我们有能力去遵行大使命。也就是刚才所看的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的第8节。接下来的反而是说，我们愿意吗？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辞的，没有办法讲说我没有力量，我没有能力，我没有时间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你不愿意而已。今天要是有一件事情，你觉得你很想去做的话，你一定会排除万难去做。为何做那个事情有事？为何做的？因为你觉得它很重要。所以你要是觉得大使命很重要，你自然会排除万难，你会去做。我们愿意吗？能力已经不是问题了，因为圣灵要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如何能够顺服大使命去传福音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装备自己，你要熟读上帝的话语。你根本要是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你如何能够去传这个大使命？你如何能够使人变成神的主耶稣的门徒呢？因为你都不知道主耶稣的心意是如何呢，所以你一定要熟读圣经。我们最近很多的教育部办的活动也好，或是怎样，在讲道中常常在呼吁，你要去看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心意已经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或是我们上前2次的时候，我们讲到如何去学习聆听上帝的话语。你以为你就坐在那边就一直觉得说上帝啊，你给我话语，给我话语。这样子你就听得到吗？不，上帝告诉你，你也不明白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啊。所以唯有你去熟读上帝的话语之后，你才能够明白神要告诉你什么。你要去传扬大福音，你要去将大使命去完成的话，你要是没有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的根据的话，你也没有办法去完成。第一个，你必须要装备自己。如何装备呢？熟读上帝的话语。我们预计明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看周报最后一条也告诉我们是这样。我们明年开始，我们要增加另外一个我们读圣经对我们有帮助的，
用每日研经释义的这一本，我们已经有新眼光了。新眼光乃是用读者的眼光来解释我看过这个经节，这是比较简单，很容易可以进入。但是这个经节原来做的意义到底是如何？你会不会走偏掉呢？会不会自己以自己的心意、自己的想法来去解释这个经节呢？所以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，当初作者他的本意是怎样？虽然已经经过2、3千年以上，我们不一定能够真正明白，但是经由学者他们努力去研考之后呢，他们写出非常中肯的一个，应该是圣经原来的意义在。再加上这一本，你去看圣经的话，你会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每日研经释义在我们的消息报告里面第14条就提到，明年开始我们准备要这样去读。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布告栏里面有自由登记准备买的人，总共只有56个人登记，我们的1/10的人登记而已。登记的本数是85本，因为有些人登记为了他家里人买了4本，这样都有。但这个比例实在是太少了。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去完成大使命，第一件事情你要装备自己。如何装备自己？你要熟读上帝的话语啊！你要如何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呢？盼望我们能够找更多的管道，不管你是看福音节目也好，不管你自己灵修也好，不管你找更多的这种灵修的书籍，我们教会的图书馆有很多这方面的书。你能够常常去读，你能够常常明白神的心意，你就活在神的心意里面。你只有这样，你才有办法去传扬大福音，才能够去传福音，才能够去完成大使命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要明白，所有福音的中心绝对不是我们，也不是牧师，也不是哪一个你觉得是谁的这种他的信仰非常好，这是他的哇，我应该以他为榜样。No。明白福音的中心跟重点只有主耶稣而已。保罗在他的书信中间一再强调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借着基督，只有基督，这是整个是福音的中心。要是不知道的话，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大使命，或是去传扬福音。第三个是，我们要想到他的办法有什么办法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已经读了神的心话语的，我已经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也知道我不会走偏的，我的中心就是主耶稣。但我如何去跟人家开口呢？我如何能够去传扬福音呢？要是不能去传扬福音，你自然就没有办法完成大使命啊！要如何？我们应该熟读一种方法，至少一种方法是乃是布道的方法，不管他是用什么方法，三辅也好，我们昨天已经很多人做过三辅队长的训练，不管是四律也好。不管是一个无字天书也好，太多种方法了。他所要讲的都是讲福音内容完全一样，他只不过用不同的方法去达成。这个方法是，这内容是什么？乃是福音4部，讲到4件事情，很简单，你就可以记起来了，你就可以跟人家传福音了。这里面告诉我们4件事情：第一个你要知道，第二个你要承认，第三你要明白，第四你要接受。知道什么呢？知道我们有一个上帝是爱，他创造了宇宙万物，他是爱我们，他是爱我们的，他是世界上他创造了宇宙万物，他是一个主宰，他爱我们。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感受到呢？我们要承认，因为怎样？我们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我们跟上帝隔离了。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到第2节，我们在如何学习聆听上帝话语，我们刚刚讲过。不是上帝说，不是我的膀臂缩短了，没有办法拯救，也不是我的耳朵发沉了，我听不见，乃是我们的罪孽让我们隔离了，乃是我们的罪恶让他掩面不听。神是，我们要知道，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而且他爱世人，但是为我们感受不到呢，我们要承认，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跟世界隔离了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他因为他爱世人，他怎样？他不忍心世人能够会沉沦，所以他将他的爱子主耶稣定十字架流宝血救赎了我们。我们要明白神的这个心意，他的做法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救赎我们。那我们怎样子跟这个能够连结在一起呢？你要怎样？要接受主耶稣当你的救主，你的罪就得到赦免。你就有永生的你就切记，知道、承认、明白、
接受，知道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他爱我们，但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，因为我们承认我们都犯了罪。但是我们也要明白，神爱我们之后，他不是放弃了。既然你们自己犯罪就算了，没有，他仍然继续要爱我们，怎么办？他用主耶稣来代替我们的罪。那我们如果能够跟他连结在一起呢？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当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罪就得到赦免，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。这福音4部呢，你要记得牢牢的，不只是为了你自己，不是为了别人，也是主要为了你自己。你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吗？你知道你相信的福音是什么吗？人家讲说，哇，你们都是好消息，福音到底是什么？哇，好像讲不出来。有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可以这样讲：使徒信经背一次给他听，那也是一个方法。但终究他还是用背出来的。其实你可以很明白的知道，这世界上我知道有一个人啊，宇宙万物是上帝所创造的，而且他创造的人也爱人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，没有办法领受到，因为怎样？我们要承认，我们世人都犯了罪。但是我们世人都犯了罪，神并没有放弃我们。我们明白他爱我们之后，他仍然将他的爱子道成肉身，成为人，为我们流宝血，然后救了我们。我们如果能够跟他连结在一起呢，我们要接受主耶稣，我们罪就得赦免，我们也就有了永生的盼望。我们要如何能够顺服大使命去传福音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装备自己，要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要明白我们整个的中心点乃是在主耶稣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内容是什么，是福音4部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向别人来传扬福音。你可以用1分钟讲完，你也可以用5分钟讲完，你也可以用10分钟讲，你也可以用30分钟讲，看你有多少时间你就用多少。中间这只不过是骨架而已，你还可以加上肉，然后让它越来越丰富。你可以加上自己的见证，你可以用很多的事情来解释。人家会讲说我不是罪人啊，你告诉他，我们有罪乃是有好几层。你讲的只是为行为，而且是犯了人家看得到的罪，还有太多心里面，还有嘴巴里没有去讲过别人吗？还有你根本神创造你，你都不认他神是你的天父吗？等等，这些都是罪。你有多少时间，你可以加多少的内容进去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它的骨架就是这4点，乃是我们常常讲的福音4部。我们看结论来看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心灵来对付我们的恶者的捆绑。上帝的创造呢，世界原来是美好的，但是我们人都犯罪，而被撒旦所辖制而利用。我们常常会有不平安，还有受到这种好像捆绑这种感觉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方面，而且我们常常会觉得说，我有很多事情一直困扰着，那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就交托给他嘛，因为他的担子是轻快的。我们将我们重的给他，我们拿他轻的过来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，原来是要放下去，结果不是，结束的时候又带着另外一批又回去了？为何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交托出去呢？原来我们需要有一个要真正的到主的面前来认罪，要求主来赏赐一个新的灵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尽心去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我们不只是需要自己是这样，有一个新的心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脱离恶轴的捆绑。我们同时也应该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，让世人都能够听见，都能够信靠主，来领受主的祝福跟得到新的心灵。你今天要是有带你的新朋友来，或者是你还有一些你的亲戚朋友他还没信主的时候，你一定可以发现到他们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困扰着他们。他们不管去用很多方法去行善，去拜拜，去添香，添这个什么香火钱还是怎样，仍然得不到自由，仍然常常受到捆绑，没有平安喜乐跟他们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新的心灵，这新的心灵是跟神连结在一起的。我们看到我们所关心的人这样说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多大的责任在。这责任主耶稣当初就已经告诉我们，给我们的大使命，你乃是要将这个消息好消息让万民都知道，让他成为神主的门徒，让他得到一个新的心灵。
他就能够从恶者的捆绑中间能够得到自由。我们盼望自己是这样，也盼望我们所关心的人也是这样。这礼拜中间我们有今年最后一次的小组中间，我们几个问题呢，请大家来讨论。就是你有不平安、受到捆绑，会觉得无法交托出去，虽然祷告仍然常常在担忧吗？你要如何来领受神要给你的祝福？就是心灵呢？你如何能够保有它呢？你有传福音的经验吗？就跟人家分享。你如何在你的职场、在社群中的去顺服大使命呢？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他任何一个场合，他都有这使命。不管你是在上班、在家里面，通通有。我们有很多亲戚朋友，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去传扬福音的。盼望我们今天在这边再重新来思考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真的是一个大使命。我们成为他的门徒，我们就一定要去使命必达。既然给我们的使命呢，我们一定要去达成。如果去达成呢，我相信今天所讲的呢，已经让我们有很多个需要去努力、需要去思考的部分。愿神祝福在所有愿意为他而付出的人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，你就差遣主耶稣为我们赎了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。但是主耶稣也交代我们，要让这好消息使万民都知道，都成为他的门徒。我们成为主你的门徒之后，我们要领受这个使命，我们要去完成。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理由，但是主你告诉我们，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大的能力。主耶稣已经将这承诺给了我们，其实问题是在我们愿意吗？主耶稣，我们祈求神，你柔软我们每个人的心。那我们领受这大使命之后，我们就有这责任在，特别是在台湾的地方，这么多人都还没有机会能够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更要领有这大使命，能够尽快、能够尽力、能够去完成主你的大使命。求神祝福在每一个人身上，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。献上我们感恩与祈求。这时候我们同心用主教导的主祷文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